上课台湾囡仔的故事，较水。欢迎收看《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》。拄则看到的是一位女性拍字员咧细细念，工课不如意，是毋是感觉以早职业妇女甲现在同款？若是上班拄到真野生的代志，下班就来去食好料的，也是买一寡物件来犒赏家己。这个女性伫100多年前会当真做拍字员，教育是非常关键的。台湾19世纪几个港口开放了后，西方传教士来台湾设立学校，亲像淡水女学，甲南部的新楼女学校，算是台湾女性接触现代教育的开始。若是想要更加了解新楼女学校的故事，会当去看咱第一季第1集的内容哦。网络连结放伫资讯栏内底。对着日本政府积极推展基础教育，女性开始有机会去学校。迄阵嘛发生真趣味的代志，因为会送查某囡仔去读册，大部分厝内底经济条件拢较好淡薄，所以遮个查某囡仔夭寿白卡，需要互人爱去学校。另外，若是拄到做题上无用的大话，有一寡查某囡仔就会倒课去经地校，会当讲社会认为女性受教育无啥物要紧。但是要真做拍字员，捌字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标准，啊无就会一直甲文件拍毋对。以早拍字无亲像现在，若是拍毋对，删除就好。迄时若是拍毋对一个字，全部拢需要重来。拍字员通常拢需要高等女学校毕业。伫日本时期的高等女学校，大概是即马国中至高中1年级的程度。对当时的女性来讲，有即个学历是非常厉害的。讲到拍字员这个职业，就要先介绍一个拍字机。伫1915年，一位日本人苏基摩多乔太发明有汉字的拍字机了后，就开始大量的生产。这台伫当时根本是无得比的技术，伫官厅、州厅甲银行这款需要大量公文的所在，就出现拍字机，安尼就毋免一张一张用手写。节省真侪时间，所以拍字员的职业就出现啦。一开始，这个工作主要也是男性，因为男性受教育的机会比女性较悬，而且女性内底日本人比台湾人搁较侪。但是安怎会安尼呢？拄则有讲，拍字员主要的工作就是处理逐款的文书，需要有学历的要求。但是你想看卖哦，一台拍字机顶面有汉字，阁有日本字。日本人自细汉就是讲日语，字盘看一眼就知影字伫倒位。比较来讲，台湾女性要真做拍字员也是真吃力的。但是对于男性来讲，逐工坐伫遐一直拍字，实在真无聊。渐渐，女性就变成做主要的人工。结果，高女毕业的女性根本无够市场人工的需求。哇，是要安怎办呢？拄啊好，日本时期一开始就推展基础教育。这个民间企业的头家当着对讲学校毕业的台湾囡仔出社会啊。但是，阁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除了日语以外，嘛阁爱会晓拍字啊。
所以开始有提供拍字训练的所在，亲像迄时的商业学校。听讲这个实业学校的老师拢有够严格，女学生训练了后，会当将目睭揢起来拍字。民间也有为着要卖拍字机所开办的免费课程。另外，阁有爱国妇女会台湾支部开设的拍字课。这个爱国妇女会台湾支部伫台北、台南、台中等等的所在推设妇女机的讲习。即马台南孔子庙对面有一栋真美丽的古迹，就是日本时代的爱国妇女会台南支部。迄时爱国妇女会开设的课程真多，其中上受到欢迎的就是拍字的养成。参加训练的台湾女性比例真悬，看起来咱台湾查某囡仔嘛是无得认输哦。这会拍拼努力的女性拍字员，嘛是会有工作面顶的操烦甲郁卒。不过，迄时已经有真多会当互女性起模样的物件，亲像看杂志、去咖啡厅、坐百货公司，这个生活顶面趣味的代志，会当淡薄仔来透开。讲到杂志，30年代有台湾本土的女性杂志《台湾妇女界》，非常受到欢迎，是迄时女性的流行杂志。杂志的内容非常多元，不止专门介绍职场的妇女上摩登的西式洋装的剪裁、化妆品，阁有探讨职业妇女的生活、台语等等的文章。看起来百多年前女性的生活嘛是足精彩的。后一集咱要来介绍一个纯手工的职业。大家敢有看过几十个女性坐斗阵咧竞茶的画面？百多年前，台湾茶外销的量实在真大，厝边头尾的查某囡仔小少做伙来竞茶歇。爱听故事的朋友会记得起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庆主，咱后一集再会，拜拜。